您别拿孩子说事儿，咱真拿孩子说事儿，我跟你说，金大哥，您办的那个就有理吗？您凭什么？您在东北把房子卖了，拿的是全款吧？凭什么在北京买房您就付一首付啊？将来月供谁供啊？让孩子们供啊？您这是为孩子们想吗？不，你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？跟我说这小谁难道小人我买房子还买出谁小人谁知道这？你小点声，你小点声，小点声。哎，好，不，咱控制点，好，控制点。你回家跟你媳妇让你媳妇控制你，你注意场，为了孩子，你不是那没有关系了，干嘛扯远了啊？那行，那咱就扯近的，是不是？小亮，你这事儿是不是做的不像话？啊？您是当父亲的人，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啊，娶人家闺女事先连招呼都不打，见都没见过，这不是骗人吗？这哪有这么干活？人贩子，你们是？妈，我错了。哎，妈，干什么？求求您了，我。你还扯远了？那就是扯远的。我告诉你，远的近的我都不怕，就说扯远的吧。凭什么呀？旅行结婚就不让他妈去？你给我个理由，不允许我去。他们2个人挣了多少钱？你非要跟着去？你去不得多花1万块钱吗？1万多块钱我有，我没穷成那份上，我没算计到那份上，你别老敲。再者说，金大哥没您那么不讲理的。你们家娶媳妇儿是不是多花1万多块钱都不行啊？啊，你抠成这样啊你！小市民呢？你们家这不单单是钱的问题，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人家2口子愿意带你去吗？你当然愿意了，非要跟着去，哪个孩子和孩子说的不是愿意带你妈去吗？真不可以的！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不是你们大清。你这就是混不讲理！你把过来把他们搅散了，你就高兴了是不是？散，本来就应该散，本来就希望他散了。吹！行了，都坐，按你妈，按你爸，按着。老哥，别生气，按着你爸。下面进行下一项点菜。哎呦喂，敏儿，哎，你说是不是？他爸真够可以的。哎，他爸以为他自己是谁呀？啊，自以为多了不起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敏儿。你这是没搬过去住呢，你搬过去，他爸绝对拿你当使唤丫头。哼，辛亥革命都已经100周年了，还搞封建帝王这一套，这要搁40年前，他爸就是一现行反革命。行了，甭说了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您隔一天不跟人吵一架，浑身都不自在，纯属没事找事儿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说谁没事找事儿呢你？刚才你也听见了，咱还没进门呢，他就在你爸那儿说我坏话，他这叫什么行为呀？他，哎，我说你是站哪边的？你是哪部队的你？行了，妈，我都快被您给逼疯了。婚礼让你给搅黄了，旅行结婚你也非得跟着去，我不去了行不行啊？婚礼我不办了行不行啊？我不旅行结婚了，我游行结婚。我们俩拿着结婚证，举着在楼底下溜达一圈就行了。嗨，你还给我整个新词儿，还游行结婚？你们游泳结婚得了，上游泳池里游一圈。你俩赶紧走啊！不管是上利比亚还是上突尼斯，早去早回，赶紧把婚姻这事儿给了了。现在什么形势？你看清楚了没有？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形势喜人又逼人呐。你丈母娘啊，咱真是惹不起呀！爸，你别生这么大气，你看你不至于犯不上，生这么大气犯不上。我知道犯不上，你丈母娘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吃着猪肝想猪心，得了黄疖还想银啊！想起来一出就一出，一个幺蛾子接着一个幺蛾子，你也不知道他又会整出啥事儿来呀！防不胜防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房子。我都装修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小敏一天也不过来住。你们俩已经登记结婚了，你是他老公，他是你老婆，还各住各的，这像结婚吗？这不就是过家家吗？人家知道的以为是他妈不愿让他来住，不知道的儿子人家还以为你有病呢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哪儿正爸，我这么正常，我健康了。这穿的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牛。你把牛穿身上干什么呀？那小米不属牛吗？他让我穿的。你爸我属什么？不是爸，
你属什么来着？我属驴。脱了。你说你穿个这个东西像个妇产科医生吗？兽医。不是你说我干了什么缺德事，老天爷得这么惩罚我呀？别人结婚都是风风光光、热热闹闹，到我这儿好，比做贼还惨。我不惨呐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连婚纱照都没拍一套，婚纱都没穿过。看我这手，看那手指头连个戒指都没有，我冤不冤呢？我。不是，你要想拍个婚纱，那还不容易吗？咱找个好点影楼拍去呗，咱拍它一天，你穿50套，我就跟你陪着你这试。说你想买个戒指，哎，老婆你要真想买，咱俩现在就去，我身上带着钱呢，反正你又不买钻戒。我干嘛不买钻戒呀？我凭什么不买钻戒？我偏要买钻戒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咱不能买钻戒，咱虽然有钱，但咱不能炫富呀。你想啊，你戴一大钻戒在街上走，你不怕让你抢过呀？就算我不戴钻戒，那什么事情也不能我想着呀，你也得先想着呀。你这事儿你也不能全赖我呀。咱俩结婚这事本来就特别仓促，是吧？你要不是死乞白赖非逼着我娶你，非……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说一遍。哦，哎呀，我张嘴，我说错了。要不是我死乞白赖的非得娶你，逼着你办结婚证，真的前期这好多事我早就能准备好了，没时间呢。这婚纱和这戒指不是事儿啊！我捋捋啊，我别这就捋捋。哎呀，现在是婚礼不办了，旅行结婚也不去了，那就没什么啊。那就是接下来，你看看什么时候搬到我们家住的事儿。搬你爸那儿？那可不。发生这么多事儿，我妈又是这样又是那样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你爸能高兴啊？他肯定生着气呢。我要是搬过去，他不得给我脸色看呀？我呢，你不了解我爸特喜欢你，真的，老跟我这儿夸你。我爸就是对你妈有点意见，对你没二话。我跟你说，我爸特考虑你的感受，就怕你在你妈那受气，所以赶紧快点过来脱离苦海。谢谢你爸。你别客气。那在这苦海也是我妈那儿啊。再说了，我妈能不能同意还是回事儿呢？她肯定不能同意。我跟你别闹啊，小米！我跟你说，你搬过来住这事儿，事先咱俩可商量好了，你答应过我啊。我爸现在跟家等着呢，你要这会儿反悔了，我可没法跟我爸交代。行了行了，回去跟你爸说，我过2天就搬过去。太好了，终于让我有件高兴的事儿了。哎呀，我再捋捋看还有什么事。别捋啦，婚纱照、戒指，2个。是，肯定得买俩，咱俩一人1个呀。讨厌。爸。哎，来，爸，给我。我来。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你发型都乱了，谁惹你了？你看我把这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，这小米到底啥时候能搬进来住啊？答应我了，这1、2天就过来了。你都第7次跟我说这1、2天了，到底是哪天呢？你有没有个准信儿啊？爸，你放心，这回绝对准的，绝对过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小子，爸盼这天都盼了大半辈子了，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啊，只盼着神山出太阳。你别不当个事儿。昨天我看见你妈了。你见我丈母娘去了？你亲妈？我亲妈？在梦里。哦。你妈站在我的床边，问我，说儿子结婚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媳妇儿怎么还不搬过来住啊？我说你别急，小子说了，这几天就回来，肯定把媳妇儿给你带回来。
你妈就走了。她是一步三回头啊！我还没说完呢。啊，我看见你妈那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吗？那是对你的期待。我跟你说，小子，那是当妈的着急呀，想早一点看见儿媳妇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告诉我，什么时候来？我会跟你妈说一声。爸，你放心，我这回说的一定准。那个，我一定不让您跟妈失望。这2天一定过来，一定过来。哦，我信你一回。我看是你丈母娘厉害，还是你亲妈厉害？他击鼓唱起歌，啊哇唱的歌。再加点水量，增加血量。增加水量。玻璃胎盘。血怎么止不住啊？拿纱布止血，收出去。喂。哎呦，我说老婆，你跟你妈到底说了没有啊？哎呦，还没说呢，我怎么说呀？他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是，咱俩这事儿不能再拖了，老婆，你得赶紧跟他说呀。你说咱俩这领证都领了多长时间了？你还跟你妈住，我跟我爸住，你说这算怎么当的事儿了？别催我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想我啦？我真想你，老婆，你赶紧过来吧，好不好？那行，明天我就跟我妈说一声。真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，你赶紧说，说完以后你赶紧把自己东西好好收拾一下。明天我就下了班就去接你，好不好？咱俩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你是不是真的想我呀？老婆，我真想你，我现在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，都孤枕难眠了，老婆，真的。那你给我唱首歌，孤枕难眠。我想着你的黑夜，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老婆，你快回来吧，我都想死你了。那你再给我唱首歌，你快回来。你快回来，我一人承受不来。你快回来。你呀，别嫌妈啰嗦，妈是过来人，吃过亏，上过当，知道吗？人生长着呢，这里好些事儿呢，你懂吗？老话说了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你妈年轻时候就属于嫁错郎了，知道吗？你呢，找一外地户口的妇科大夫，你这属于嫁了一个入错行的郎，您合两样都占了，没辙了，咱已经嫁了，已就了。但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觉得妈这儿无理取闹呢，跟他爸这儿，啊，我是为你，知道吗？你们现在刚结婚，咱凡事必须得硬气，必须得听咱的，要不然你这一开始就低头，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你年轻，你不懂，你得听妈的啊，好孩子啊。妈，嗯，我想搬到小亮他们家住。合着我说这么半天全是废话，你都没听见？我跟小亮，我们俩已经结婚了，那本来就应该住在一起的嘛。我没说你们没结婚，这不是说了吗？已就，结就结了。你们是能住在一起，咱能过一段吗？你这刚结婚2天，
我刚跟他爸这掰扯，我还没掰扯出个结果呢，你这就搬过去了，跟人住去了，你这让我以后你这日子还能过呀？你别说的跟阶级斗争似的。那我跟小亮结婚，我们俩是要过一辈子的，那恨不能两个人在一起，天天过日子，斗来斗去。你跟我爸当初怎么离婚的？那还不是两个人斗来斗去，谁也不服谁。你总不可能让我重蹈你的覆辙吧？哎，怎么了？哎呦喂，干什么呀？嘿，你看，怎么了嘛？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也没怎么。我又不是搬到外地，都在北京，离得又不远。你干嘛呀？你爱搬哪儿搬哪儿，你甭跟我说这个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你心里面舍不得我，我也舍不得你，我也肯定想你呀。你就想我的时候，你就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就谁想你？我才不想你呢！你甭想让我想你，我不想你，爱上哪儿上哪儿。哎呀，说句心里话，你呀，每天唠唠叨叨的，一唠叨吧，我听着我就烦，烦了吧就得跟你吵。我这一想着我要搬走了，想着一天听不着你唠叨了，也没法跟你吵了，我这心里还空落落。你也真是的，你这本来就知道我心里难受了，你还在这掉什么眼泪？你这我哪掉眼泪了？我根本没掉眼泪，你现在掉眼泪呢。本来就是，我这现在马上要搬走了，你又说我留你，我说你怎么了？我没说你让我心里难过，你不然我很担心你啊。你担心我干什么呀？你管好你自己就完了呗。反正在他们家，你要受了委屈，你就跟妈说一声，妈立刻打个的，我拎个刀我就过去了。听见没有啊你？你打个第几个刀，你就得过来。废话，可不吗？别哭了，你别哭了。擤一鼻涕。来了，来，小米过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小米呀，你看看，爸都收拾好了，满意不？真是挺快的哈，真好。卧室我也收拾好了，你快去参观一下。走，我领你去看看你卧室。真是。我来，没事，我来吧。来，快来好好看看啊！你看看，我都给你铺好了在床上啊。哎，你看看喜不喜欢啊？好嘞。成功了，太成功了。你要听着我的口令，1、2、3，蹦噔，都生出来了。还蹦噔。对的，噔噔。哎，准备好了啊，来，拼了。1、2、3、走！老婆，起床了，啊？哎呦，上午不是还有个采访呢吗？快起来啊！哎，起床啊！爸，爸，早。快吃吧，吃。
来，小米，尝尝这馒头，我爸做这馒头，全世界最好吃的馒头，尝尝尝尝。这个咸菜你也要尝尝。这是你奶奶留下来的宫廷秘方研制的。我听你奶奶说呀，当年这个慈禧老佛爷呀最愿意吃这道菜了，每天的早晨没这道菜，这老佛爷连粥都不喝。是。我听你奶奶说，这里头还有一个爱情故事，说是在康熙年间呢，有一个穷秀才去赶考。行了，爸，你啊，吃饭，你有时间了话再给你讲啊。吃特别好吃，可真尝尝。好吃吧？好吃。爱吃，爱吃就多吃点啊。多吃。我自己来。好吧，赶紧趁热吃。驴肉火烧香死了。我知道你刚才跟家没吃饱，特意给你买了俩。啊，这绿豆粥。老公你真好，你看你衣服都跑斜了。没事，你放心，等我今天回来，我跟我爸谈一谈这伙食的问题，我一定让你吃好吃痛快啊。嗨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新婚呐？嗨，新婚了，差点没离婚了。这叫好事多磨。你没听说过吗？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？得来不易的幸福才知道珍惜，是不是？你别说，你还真有点道理。经过这么一闹腾啊，我会尽量我们俩的感情，我们俩就像同一战壕里的战友，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。战斗情谊，哎，那是不是一到晚上你们俩就战斗啊？一天晚上战斗几个回合？你说什么呢你？这很正常嘛，夫妻之间。哎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啊。说有俩饺子结婚了，公饺子送完客人回到卧室，吓一跳，发现床上躺一肉丸子。又公饺子吓一跳，说新娘哪儿去了？这时候这肉丸子说了：“哎呀，讨厌，人家脱光了你就不认识了。”肉丸。说一到晚上你们俩是不是就急着把自己变成肉丸子了？别无聊了你，上着班你不知道？你说你没结婚的大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呀？一天到晚的，快点回去。世界这么乱，装纯给谁看呀？没劲。来了，金大夫。啊，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有时候有点疼。是吧？对。哎，这边疼。这边？这边也疼。有阵痛的感觉吗？有时候有。没事，这正常的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手术时间已经定了，明天上午10点半。做好心理准备没有？做好了。那好好休息吧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谢谢金大夫。没事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吧。哎，好。少看着我，烦你。谁想你？我才不想！你有能耐，你永远甭回来。哎，我回来啦！哎呦，
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们这都下班了。什么才来啊？我蹲了整整1晚上，终于被我给拍到了。哟，运气还真不赖哈。还行吧，拜拜。看能不能拍个正脸回一颠。什么事儿乐成这样？公小子来接你了。你少跟我装啊！快走吧，公小子再见。什么公小子、母小子，都是什么待呀？会儿跟你说。哎，这么多同事，等出去我你拿着吧，没事。出去我再帮你拿。爸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做这么多菜，好，快洗手，洗手，洗手，吃饭。真是饿了。晚上母饺子先取片啊。去你的！公饺子先去。行，我现在就把自个儿先吃饺子？不是，你俩要吃饺子，怎么不打个电话回来呢？那我也没包饺子，就吃点这个吧。没说吃饺子，你听岔了。那你俩不说吃什么饺子？哎呀，真是饿了。把勺拿一下，我给你吃点汤。哎，没事没事，爸，我不喝汤。汤养人。来。小米啊，现在爸做的这个菜你吃的习惯不？啊，挺好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跟你说，我自个儿我来，我现在在改，在往这个北京人的口味上改。我这个人呐，从小啊就这个崇尚节约，不铺张浪费。这个粗茶淡饭呐，一点儿也不比这个大鱼大肉差。对呀，吃素对身体好。素，现在这仨菜哪个都不素，这葱姜蒜都算大荤。你看这西红柿炒鸡蛋，这鸡蛋那属于大荤呐。在我们东北，那都是妇女同志生完小孩以后吃鸡蛋，大补。快吃点。我之前还不知道呢。来，补一补啊！来，我给你加点。来，你看这多少鸡蛋？我跟你说，这好好补一补。啊，我爸做鸡蛋可好吃了。尝尝。哎，行。来，你多吃点鸡蛋，补一补，好。你多吃点，你看我爸这鸡蛋真没少花我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好。像柴鸡蛋吧？哎，爸，你吃完了？啊，吃完了。刚才你们回来以前，我吃了点了。哦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吧啊，多吃点鸡蛋。对。爸没事吧？没，应该没大事儿。他小时候喂过你一口饭吗 ？No。小时候他给你洗过澡吗 ？No。他给你洗过尿布吗 ？No。他抱过你、背过你吗 ？No。你上学的时候，他送过你、接过你吗 ？No。是爸爸把你养大的吗？Yes sir。小子，算你还有良心。这老话说得好啊，养儿为防老，娶了媳妇儿你就忘爹娘啊你说，你跟你媳妇儿结完婚以后，我对你们俩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这当爸爸的还行吧？爸，我的好爸爸，整天嘻嘻又哈哈，满头是白发。哎呀，不错啊，好好洗啊。洗好了，明天请你吃哈根达斯。你要是洗不好，一会儿罚你跪搓衣板。
老公，我爸还没睡呢。我饿。你不是刚吃完饭吗？我没吃饱。你爸做的菜太俗了。哎呦，你看委屈你了，委屈你了啊！明天我跟我爸说，让给你做点肉菜，好好给你补一补。可我现在就饿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想吃个狠的。羊肉串，我也特想吃。那你帮我洗碗，咱们待会儿去吃。好。好，你说没有？Yes sir, yes sir, yes sir。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伸。儿子娶了媳妇儿，当爹的爱3分，千头万绪，千头万绪，涌上了我的心。止不住的心酸泪。我朋友几点了？爸，哎，你别给我吃，你别给我吃，我不吃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得赶紧去单位了啊。小米呢？那个睡着呢，他上午不上班，下午才去报社呢，让他睡会儿。那能行吗？能行，他又不坐班，没事儿。昨天晚上没睡好。没有睡特别好。您睡好了吗，爸？我睡好了。啊，那就行。那我先走，有点来不及了啊。喝一口呗。啊，行，我喝一口。
你慢慢吃吧啊！我走了。拿个馒头。我不吃，我路上买啊。你说他烦人不烦人？姐，多少天了这都？哎，多少天了？啊，你妈不担心你啊？你从小离开过你妈吗？一下离这么多天，你就不给你妈打个电话？我跟你说，这孩子真的，他就心里一点我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气死我了！哎呀，现在这笨蛋的孩子都这样，过不了叛逆期，你就给他打一个，不就完了吗？我才不给他打呢，干嘛呀？显着我上赶着似的，就不打。行，那你也别给我打，你找些我干嘛呀？他就这么一孩子，你自己还不清楚？你不是我姐吗？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啊？你就不能给我出点主意什么的？我现在麻爪了都。真是的，你一点自个儿家里人都没有，你心里全是别人家的狗。哎，那我这干嘛呢？再忙我这不也接你电话呢吗？我就是一阵儿，这客人这等着呢。成，你忙你的吧。真没劲，断交了。爸，早。哎，早。爸，您怎么这么洗衣服呀？洗衣机洗不干净又费电，这洗完了拿洗衣机哗啦一甩，哇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现在衣服都是2天一洗，这洗衣机怎么又洗不干净呢？再说了，您这衣服搓来搓去，上面都起球了。从你奶奶那辈儿，人家就这么洗，一直洗到我这辈儿，哪件衣服也没起过球。哦。你怎么能这么洗碗呢？那怎么洗啊？你得把这池子堵上，这水别流走了，就在池子里洗就行了。你这么洗，这多浪费水啊！这泡在池子里面洗，上面有洗涤精的呀，那上面有毒的呀。这洗涤剂不就是洗碗的吗？它又不是农药，哪来的毒啊？就这么洗。大万钱。水怎么还止不住啊？数数钱。生命危险指数降到99了。吸引管现在可以缝合了。刘主任，要不你先歇一会儿，我来缝合吧。你怎么今儿想起看我来了？平常贺老求着你来就不来，今天好家伙，天兵天将啊你！我就这么一妹妹，我不能关心关心啊？小米儿走啦？嗯，真搬出去了哈？嗯，一人闷不闷啊？闷呢，当然闷了，能不闷吗？闷死我了都，有什么辙呀？我不得忍着？行了，你别想了，你这闺女大了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结冤仇。哎，
什么桥？双天桥下边啊，天天晚上有一帮人跳舞，打着鼓，还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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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，你真行，你让我上那儿跳舞去？都老头老太太，我跑那儿蹦蹦去，你可真敢出主意，什么呀？要不找个工作吧？你这么多年不工作，家待着当然烦了。我找什么工作？我50多岁了，我上哪儿工作去？谁要我呀？现在大学毕业生都找不着工作。你不能跟那些人找的工作的人去比去，你知道吗？你得找一合适。50怎么了？哎，70岁工作要找对了，他正是发挥余热的时候。什么工作呀？70多岁适合干，能发挥余热？你告诉我，你给我举个例子。你比如说你看个大门，要不你看一货场。有找70多岁老太太看仓库的吗？姐，你真张口来。那小偷能怕他呀？老太太值夜班不害怕呀？哎，你不是喜欢狗吗？你上我那儿去吧，给狗剪毛。给狗剪毛那才叫技术活呢。剪一只狗5个多钟头，我这颈椎受得了啊？这瞎出主意！你瞧你吧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那你在家待着吧，闷死你。闷死就闷死，我乐意。哎，你好，哎，请问大雄老师在吗？哦，大雄，找你的。谁啊？大雄老师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是刘老师介绍过来的，然后他跟我说你认识很多制片人、副导演、导演，还有很多明星大腕演员。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